다 도마들이야.那么，首先 망고리아 신시 要问 나는 候这次来参加马二夏季课程，겸내 긴두기데 숨버드 주만 나바서다透过网다는络신기지 来参加课程的 주베고 这个僧众 게레지 们、僧 개법 团，然后主古어 善知识堪布20里 나바서다 다는 신기지 최저 啊 호모 나바서 呃，还 오로야 有所有 자시데 的法友们， 우르샤인 首先问候大家扎西德勒。다 드린데 무트네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 가정에 초로 上一 야래 堂课 영화 침묵고 讲到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讲到这位比丘 다 大 영화 天。 침묵고 시엔 유산다 가정 那么 시엔에다 讲到这位比丘大 특히 天， 예버마와 那么我们上一堂课 세계 中 저거도 主要引据的是 따간다 说一切有 제가 部， 나올람네 저거도 간다 或者说 또난지 分 기타 别 슝 说一切有 게라 部。 침묵에 가라했으나 那他们最重要的一 제라도 部 시에바 论点 쳔보스야 들어봐 叫做就是 제라도 大 시에바 毗婆沙论。 쳔보스야 기다 슝 디나로래야 하나 라침비기 那么在这 루디 部论点 숭어래 当中呢，就有提 다 到这 대시야 지게 个大 슈면 天， 유산에는 라침보스야 뒤에네 所以我 참여비에 主要 숭 依据的就是这部论点当中，提到大天的这 신기기에 个内 디 容。那主要他造作了这个无间罪，所以他是一个大的恶人哦，大的罪人。 거기 런이 좌저바 인동도 체네 然后还有 얘네 他假装佯装成自己是已 다테메야 经证悟阿罗汉果位。 교란 다 좌저바 이나 다저 좌저바리 기 연대인데 고란 사요 말어 좌저바 那 미네 인동도 체 뉴산에 연대인데 매베 인두산에 一般我们说证得阿罗汉果位应该要具备阿罗汉的功德，但是别人又看不到他这样的功德，所以就升起了很多的怀疑等等。所以总之呢，有这样子的大天武士哦。 다대야지 라침비기 싱아데마 시지에 토니마 那所以这是在之前课程讲到那5个事情。那么接着呢，这个论中就提到说，大天呢后来就把他的这5种邪见哦编成是这个寄颂。那这个寄颂呢是蛮出名的，所以我想还是应该这是投影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哦，没有。那么平常藏文里面我们会比较就是比较熟知的内容，跟从大毗婆沙论就是法尊法师他翻译到藏文的这个颂文呢，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平常我们大家会念诵的这个颂文，跟法尊法师从中文翻到藏文的这个颂文是有一点点出入的，所以这里是比较一下它的差别。那么主要大毗婆沙论当中呢，里面是提到于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生故起，是名真佛教。那么在藏文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个颂文是天魔以无明欺狂，道从声音相续生，有疑惑者由他入，此乃佛陀真教法。但这样相比之下呢，会觉得这个论中的这个颂文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像藏文的咒语里面，你会看到第一句叫做“天魔以无明欺狂”哦，那么这个就不是太清楚。所以总之呢，后来呢，我们在这个像像是像是中文叫十八部论，或者是不直议论哦等等这些，里面都有引用到就是都有引用到这个大天所说的这个颂文哦，所以这是一个蛮出名的颂文。所以总之这里呢，这大天他就把他的这5种邪见哦编成这个寄颂。
那么，总之这个事件发生是在当时叫基元寺。那总之后来那么这个基元寺里面的上座比丘们呢，大多这个去世了。所以呢，到了15日晚上送戒的时候，那当时就轮到大天，他要升座，要说戒。那这时候呢，他就呃呃，他在念这个诵戒的时候呢，平常都会传统会说，在念完这个戒经之后就会念诵，这个诵戒者自己编的一个偈颂。所以这时候呢，他就念诵出他的这个五种见解，或者一般说叫五种邪见、五种见解的这个颂文。所以呢，当时这个参加与会的这些大众有学位的、无学位的，有多闻的、持戒的、修禅定的比丘总之有非常非常多的比丘都在场。那么他们听到这个大天他念诵出这个颂文的时候呢，都非常非常的惊讶，而且就斥责他说：“哎呀，你这个愚人，怎么能够这样子说啊？你所说的这些内容在三藏中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所以总之呢，大家当场就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斥责他。所以总之就争论不休甚至是他们就接着就整夜就在那边争论。结果到了早上这个争论是变得更加的激烈。那这时候呢，城中的那些老百姓，想来这个调解也都没有办法平息，甚至后来是这个大臣也都想要来调停调解，也都没有办法平息他们的这个争论。最后呢，就国王也听说了这件事情，所以国王听说之后呢，也亲自的从皇宫就来到了这个僧团，就是这个基元寺这里。他就看到说有两派在那边争论，然后各执己见。那国王也很仔细的听他们说，听他们的争论之后呢，他也产生了一些疑惑。那这时候国王他就平常他是，总之他就问了这个大天，是谁对谁错？我们到底该支持哪一边？当时大天就对这个国王说：戒经中怎么说？戒经中说，如果要平息争论，就应该要依多数人的意见。所以他就说，他就这样子跟国王说了。总之呢，之后国王呢就让这个僧众两派分开这个住。那这时候呢，这时候的两派嘛，一派就是圣贤派，那么就是那些所谓的阿罗汉们，他们虽然是长老比较多，上座比较多，长老比较多，但是呢，他的人数是少的。再来呢，大天这一派呢，虽然说这个上座长老是比较少的，但是人数是比较多的，那就是所谓的年轻的僧人是比较多的。所以这时候呢，国王就依从多数，那就是大天派嘛，他的这个人数比较多，所以他要支持大天这一派，然后斥责呢另外那一派。
然后之后事情结束之后呢，他就回到宫中去了，这个国王。但是国王的这个作为啊，其实并没有让这个争论真的平息，就是鸡园寺的争论啊，还是在继续着。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因为见解的不同，所以就分成了僧团啊，就分成了两部，一个呢就叫做上座部。那因为他们就是斥责大天的，那就是之前提到他们这一派啊，就是长老比较多，是上座部，所以叫上座部。那第二个呢是大众部，它大众的意思就是因为大多数的僧人呢都是这个它属于人数比较多的那一边那一派，所以它就叫大众部，所以就是分成了上座部跟大众部。那么当时在妓院寺里面啊，就有很多的这些圣者，就是所谓的阿罗汉。那么他们就知道，哎呦，这个僧团就产生了分歧，有这样的分裂了。那么就见解上有这样的分歧哦，所以这些圣者，就是阿罗汉，就准备要离开祇园寺，到其他地方去。这时候呢，大臣们听说之后，就赶紧跟国王报告。国王听了就很愤怒，很生气，他就跟大臣说。他就跟大臣说，把他们全部都带到，就是把这些圣者们全部呢就带到恒河边，然后呢将他们放上一个破船，就是应该是有洞的这个船吧，总之放上一个破船，然后呢推到这个河的中央。如果说这艘船沉下去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是圣者还是凡夫了。所以国王当时是这样子命令大臣的。所以总之呢，大臣呢就遵照这个国王的命令去测试这些圣者们，将他们全部都带到了这个恒河边。那么这个时候就看到说，这个船呢，它因为有破洞嘛，当然就慢慢就下沉了。但是在船上的这些圣者们、阿罗汉们，就各自显现神通了，就像这个燕王一样，这大雁一样，就展翅飞上这个天空，所以都没有沉到这个水里去。而且呢，不只是飞上天空哦，这些圣者他们还用神通力哦，就将船中还有一些没有神通的那些比丘哦，也一起带走。总之，他们显现各种的神通哦。然后，总之就从空中哦，他们就朝这个西北方飞过去了。之后，大臣呢就回去跟国王禀告了这个情景。所以国王听说原来是这般情景之后，就感到非常的愧疚，那么就昏倒了在地上。那这时候呢，大臣们又大概是泼了水吧，就让这个国王又醒过来。那这时候国王就立刻派这个使者去寻找这些阿罗汉圣者们，他们去哪里了？这时候使者回报说：这些圣者他们在这个克什米尔，就是加什米罗，就克什米尔那里。总之呢，国王就再三的恳请他们回来。那么就再次派这个使者去就恳请这些
圣者再次回到这原来他们那个机缘寺吧。那么，但是呢，僧众们，就是这些圣者们，全部都拒绝了。所以，于是国王呢，就怎么办呢？就只好把整个这个迦什米罗国供养出来，而且在那边建造了这个僧伽蓝，就是像寺院伽蓝，然后安置这些圣僧，这些阿罗汉。这是里面其中的一段哦。那么接着呢，又提到这个大天。那后来，总之有一天呢，这个大天呢，他就在城里哦，在这个游历的时候，然后呢，他就遇到了一位这个看相的人。那这是过去印度的传统吧，他们有这种看相的传统。总之就遇到了一位看相的人。那个人呢，他也没有直接跟大天说。总之呢，他大概跟其他人，他的弟子说了吧。总之，他就暗中，他就做了一个预言。他就说：“哦，这个释迦族的出家人啊，也就是说那个大天，7天后呢，一定会死。”那么这个弟子们听说之后，也就感到非常恐惧，就赶快呢就去禀告了这个大天。没想到这个大天啊，他听完也这个老神在在的吧，他就回答说：“我早就知道了。”然后接着他就回到这个机缘寺。然后呢，他就派遣他的弟子们，分头去通告，就是去通知整个城里的，总之包括国王啊、大臣，还有长者居士等等他就让弟子们去通告什么呢？就说告诉大家，7天之后呢，大天我就会入涅槃。国王还有这些大众听完之后呢，总之就很伤心，哀叹哦。那平常呢，这些国王还有这些民众也都是蛮喜欢大天的吧。总之听到他要涅槃了，他就非常的难过，他们都很难过。结果到了第7天哦，这个大天就果然命终，就圆寂了。然后呢，所有的人，国王、大臣啊，城中的百姓也都非常的哀伤哀痛，所以呢，他们就非常恭敬的准备了上好的这个香木啊、油啊、鲜花，然后各种的香料，总之各种的这些贡品物品，然后就想要做这个火化嘛，所以就堆积在一处把这个贡品堆积在一处，要进行这个火化。但是呢，没想到说正要烧的时候呢，就说这些贡品要用火去烧这些贡品的时候，结果呢，火一碰到火就熄灭了。所以总之用尽各种方法都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点燃。这时候呢，有一位看相的这个人呢，他就对大家说，这是因为大天他无法销售这些殊胜的供养品，他福德不够，所以应该要怎么办呢？所以应该要用这个狗粪去泼洒在这些贡品上，总之把这些贡品都弄脏一点，这些贡品大概才可能烧得起来。那总之呢，后来大家就照了这位看相师的话说，然后火立刻就燃烧起来，然后顷刻间呢就烧成了
灰烬，而且这时候接着就突然就刮起了这个一阵这个狂风哦，然后就把大天的这个骨灰也吹散的这个无影无踪。总之是什么都没剩下。总之，这个就是说一切有部里面的记载哦。可以看到，总之呢，就是从头到尾就说他是一个恶人，就大天是一个罪人。那么，这是说一切有部所说的大天的故事。但是呢，大天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一个就是罪人，倒不一定。我们后面接着会再做一些探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是讲的是跟大天有关的这个内容。那主要谈到这里是谈到是根本分裂。那首先第一个是分裂起因的两种主要的一个说法哦。因为对于这个大天还有根本分裂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个有不同的说法。那总之，分裂起因的说法是主要有两种。我们先从分裂、根本分裂这上面来看。那根本分裂就是说，在最开始哦，我们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是一个僧团，但是总之最后呢，就变成了两个部分。我们叫做根本分裂哦。所以这里说讨论，我们看一下啊，就是根本分裂的起因哦，主要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南传的说法，一个是北传的说法。那南传主要指的就是像之前课程提到，就像是泰国呀，然后缅甸啊等等。那么北传呢，主要就是像这个韩国啊、日本啊，这个汉传佛教啊等等，中国啊等等这些地方。那么南传的说法，我们主要看到他们有许多的著作、许多文献啊，就是像是这个锡兰的这个蛮古老的一部著作叫《导史》，还有像《大史》哦、历史大史等等，这些文献里面都这样记载提到说根本分裂的直接原因是时事之争。这是我们之前有谈到过，有10件事哦，时事之争。那主要也是关于这个戒律的争议。那这个过程，我们之前课程大家有讲过。总之，大致就是说，东方来的这个比丘哦，希望放宽这个戒律，就是在东方这个广严城哦，毗舍离的这些比丘想要放宽这个戒律。但是呢，在西方的比丘呢，以耶舍为舍以耶舍为首的，然后他还找来其他的长老呢，就一起驳斥这些东方的比丘的一些说法。总之，最后呢，他就找来很多长老，就一起讨论裁决，最后判定呢这10件事违背戒律。那么当时呢，可能是有近万名的比丘，他们并不服这个判决，所以他们就另外成立了这个大众部。那这件事情呢，大约发生是在佛灭100年左右。也有一些学者呢认为，是在黑阿育王的时代。总之，简单来说，依照南传的说法这个里面的他们认为的时事就是保守的上座派，还有这个
还有想要改变的，就是所谓的改革派的这个大众部之间的一个对立。那大众部应该也是比较相对上座部比较年轻的那些僧众们哦。总之，这样子的上座部跟大众部之间的一个对立，所以这是南传认为导致根本分裂的这个原因是这个时事之争。那么再来北传的说法哦，它主要根据的是像这个像《异部宗轮论》啊、《大毗婆沙论》啊等等这些文献。他们认为哦，根本分裂的直接原因是这个大天比丘提出的这个五事，大天五事。那这主要是关于这个佛法教理的一个争议。那事情发生的经过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布萨的仪式上，我们之前刚刚大概讲了一下，就在这个布萨仪式上，大天呢他就说出了他的那个颂文嘛，就是说五种见解的颂文寄颂。然后这个时间呢，大约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佛灭后116到160年之间，可能是这个阿育王的时代，那也有人说是南陀王朝那个时期。总之呢，简单来说，就是呢，大天他对于阿罗汉提出5个质疑，他们认为总之引发了激烈的这个辩论。因为如果说，因为声闻认为阿罗汉啊，这是最终的最高的果位，所以如果对于阿罗汉的果位都提出质疑的话，那这可是不行的。所以总之就引发了当时很激烈的一个辩论。所以最后这个国王他是站在了大天这一边的，所以上座部就只好呢就迁移到这个克什米尔那个地方，就是加什弥罗那里去。所以以上呢就是南传和北传哦，针对这个根本分裂起因的2个不同的说法。那接着呢，进一步我想再看一下哦，就是说关键的差异跟矛盾点。也就是南北传对于根本分裂起因的不同说法，前面我们大概讲了之后，再进一步比较，可以看出有4个主要的分歧。所以这样比较之后，就是这里归纳出下面4个主要的这个分歧哦。那是哪4个呢？首先第一个是分裂原因的这个根本差异，再来是时间上的出入，时间记载的出入，第3个是统治者的矛盾，在第4个大天到底是谁的不同的这个分歧。所以首先我们讲一下，就南北传里面会看到它在分裂的原因上的根本的差异。那么南传就像刚刚谈到的，他们认为说造成根本分裂的原因是时事之争。那这个时事之争呢，主要是关于戒律的实践，所以他们是因为在戒律实践上的这个看法不同，所以造成这个分裂。当时的僧团，这是南传的说法，也就是时事之争。那么北传呢，认为是大天五事造成了分裂。那这个大天五事呢，它主要是对于这个教理的诠释上的分歧。所以南传是认为，因为僧团对于戒律实践有不同的看法，北传认为的是因为对于佛法教义教理上诠释上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造成了这个分裂。
所以这是分裂原因上的根本差异。第二个呢是时间记载上的出入，就是说南北川各种文献啊，它记载分裂的发生的这个年代，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时间从佛灭后100年到160年之间都有。举例来说，有部的文献啊，像是大毗婆沙论啊、异部宗轮论啊等等，那么认为呢，大约是在佛灭后100年，或者116年，或者100有余年啊，这样的说法。但是呢，上座部呢，认为是在佛灭的160年。再来，锡兰传承哦，像是导史、大史，认为是在分裂是发生在第2次结集，就是广严城结集之后，所以大约是佛灭的100年左右。所以这也是在佛法这个学术界上啊，对于这个根本分裂具体时间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南北传的这个文献，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凭据嘛。那但是里面记载的差异是非常的大的。那么再来第3个是你会发现统治者，就是当时的这个国王到底是谁，也有不同的有一些矛盾，就是根本分裂时期的那个统治者，各宗派的记载不一致的。譬如说正量部呢记载分裂发生是在南陀王，还有一个叫摩诃波土魔王那个时期。再来有部的文献没有明确提到当时的统治者是谁。那锡兰传承呢是将第2次结集跟黑阿育王连结哦，所以他在位的时间大概是佛灭的90到118年。那至于有部传承中的这个记载，他提到的统治者是阿育王，但是这个阿育王呢，可能指的是黑阿育王。当然，这个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指的是黑阿育王啊，并不是指法阿育王。总之，学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总之呢，现在的很多学者，近代的学者，他们就尝试要将这个文献当中提到的这个黑阿育王到底他是谁？总之呢，就跟其他文献做比对。譬如说，其他文献中提到还有一个叫加加瓦尔纳王，还有一个南丁等等这些王哦，这些统治者做比对，但是还是存在很多矛盾。接着呢，就是南北传，你会看到他对于大天到底是谁哦，也是有分歧的。那关于大天的身份哦，就有4种，一种叫贼助大天，第2个是凡夫大天，还有大德大天，大概是这3种。所以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贼助大天哦。所以首先呢，关于这个大天的身份哦，不同书籍有不同的记载。比如说藏文叫大千波，然后中文叫大天，梵文叫 Mahadeva， 然后音译它也叫做摩诃提婆。那总之讲到第一个叫贼助大天哦，就是我们之前有谈到过叫大天武士的那个，就是说一切有部。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大天的故事嘛，都是大天造了这个他是罪人，造了无间这个无间罪啊，然后说出了这样一个5种邪见的颂文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天。那它主要就是在北传佛教当中哦，就是说一切有部的记载，就是提出5世的大天，就是在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主要首先提到的。
而且里面称它就叫贼柱大天。这个大毗婆沙论呢，它中文里面它是有中文的，后来是法尊法师将它翻译成这个藏文的。所以呢，就在这部论中，它就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这个论中呢，就称它为就是这个大罪人啊，叫做贼柱大天，这是把他当成恶人的。所以总之呢，就是这个词这个形容贼柱啊，就是指说他是这种恶人的意思。那么这个就像刚刚说过，《大毗婆沙论》呢，它的作者是谁哦？它是属于哪一个部派的论点？就是上座系的、上座部的说一切有部的著作。因此近代的很多学者普遍的认为说，这个论中对于大天的记载，它是带有这个诋毁的成分的，是有这个诽谤的这个成分在的。那这部分之后还会再细讲啊。所以总之呢，你会看到这个大天到底是谁的？第一个是叫做贼柱大天，他是恶人。再来呢，就是大天其实是一个凡人，所以叫做凡夫大天。这个是在《大唐西域记》里面提到的，就是玄奘大师所写的。那么里面呢也提到说，大天是佛灭后100年的一个人物，他跟阿育王大概是同一个时代的。虽然说你从《大唐西域记》里面去看也看得出来有一些贬义对于这个大天，但是语气是比较缓和的，他并没有把他当做贼柱没有像说一切有部的言辞那么的把他当成一个恶人，而是将他当成视为一个凡夫僧人所以这里投影出来就是《大唐西域记》里面的内容。那主要就是凤凰花了很多时间，他翻译成藏文所以他说念一下。所以这一段主要意思就是说，佛陀灭后100年让摩羯陀国等一下，刚刚投影出来那一段是另外一段。总之，这段大意是说，佛陀涅槃100年后，摩羯陀国出了一位无忧王，这是阿育王，统治天下，威德感化各地。他虔信三宝，慈爱众生。当时呢，有500位罗汉僧，还有500位凡夫僧，国王都一视同仁的恭敬供养。其中呢，有一位凡夫僧，叫做摩诃提婆，这是指大天凡夫大天，聪明多智，深入思考并著述理论，对佛法有独到见解，但引起许多争议。无忧王呢，分不清凡圣，只按个人喜好和亲疏来支持。大概意思是这样。就是后面大唐西域记里面也继续提到，就是把他送到了就无忧王呢分不清凡圣，就按个人的喜好和亲疏来支持接着呢就让很多的僧众们，总之就召集他们，然后送到了这个恒河那边去了。
等等等等，有许多内容，就是有一些记载。所以这里面你会看到，就是《大唐西域记》里面呢提到的很清楚，有一位叫凡夫僧，叫摩诃提婆，就是大天。所以里面有提到说，他著作了一些跟佛法不太符合、有他独到见解的一些内容，引起争议的内容，但是并没有特别提到他造了无间罪。接着呢是大德大天哦。那么总之呢，有一位叫释有菩萨，他就写了一部印度论师释有，他就写了一部叫不同年代翻译，有叫《18部论》，也叫《异部直论》等，也叫《异部宗轮论》等等哦。总之呢，这一部论中哦，它就记载了前后有2个大天，主要是有这么多译本哦，就是中文是有不同译本，但是藏文是只有一部哦。那么，总之呢，玄奘大师翻的这个《异部宗轮论》呢，它里面就记载说有2个大天。那么前面的大天呢，是佛灭后100年，就是阿育王那个时代的那一位，他也就是那个引起了武士争论的那一位。那后面一个大天呢，是出现在佛灭后的200年。所以有这样一段记载。所以下面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内容。那我看到就是因为藏文只有一个译本嘛，所以我是以这个译本为基础哦。但是在比对了汉文之后，我发现还是投影给大家看一下。所以我这里投影出来的最主要是以藏译本那一部为基础，但是我发现它好像是有一些这个缺失的地方，所以有一些没办法很好的理解。所以这里我就参考了这个汉译本哦，然后补充进去。所以这一段的白话是说：相传佛陀涅槃100多年后，圣者已逝去，如太阳西沉许久。摩揭陀国的等等等等一个无忧王，他统治万民，等等等等曾有百盖瑞相显现，德化广及人天。然后此时呢，佛教僧团首次分裂。那么，总之藏文就这里不是很清楚，但中文就很清楚，就事实佛法大众出破，原因4众共议，大天武士不同，就说很清楚说佛教僧团首次分裂，因为僧众对大天武士意见不同，所以分成了大众部和上座部2派。所以到了接着说呢，就是第200年满时就是总之到了佛涅槃第200年，有位原本是外道的人弃邪归正，也叫大天。他在大众部出家，受具足戒，博学精进，住在智多山。他与当地僧众重新讨论武士，因此产生争议使大众部再分成3派，等等等等。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在异部宗轮论里面呢，有2位大天，一个就是佛灭后100年引起武士争议的那位大天，那么再来就是佛灭后200年，大概在100年后出现的一位叫大天，就是大众部里面自己又出现了一个大天。他总之呢，他又再一次的与当地的僧众重新讨论这个武士。所以他就使这个大众部呢，又再次的，就是大众部里面的分支的这个分裂，造成了大众部的一个分支分裂的人，所以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所以这2个大天你会看到相差有数十年吧。所以有一些学者
认为是同一个人。但拉什么什么提过来呀？根据那的以前拿落来啊，他什那么什么提至于说过东西，后面提到这位大谁也天呢，有着。其实南传佛教文献他什当么什么的中呢也了呀？有记载的，的根据那的以前拿落来呀，马哈泰拉斯那点全部他称为是给的呢那些给了的，对，不里是全部是给，面文献那点记载说全部是给。他是大长老，但那点或者说叫是啥的就大德，你不是做那老久了不得了呀？那点是那个多啊？那点全部是啥的？不是一般会说年久了不？受了你不是做那老净年久了不？缘戒就做那点全部那个有着。那个圆满了20年啊之后，就可以叫做大德或者叫大长老。总之呢，在南传的文献，南传佛教的文献当中呢，称这个大天是大德，是大长老。他不只是一个比丘哦，而且他是阿育王的这个儿子，叫马hin长摩悉陀出家受戒的这个戒师。就是为他受戒的这个戒师，而且呢，也是阿育王这个派往9个地区，弘法的这个传教士之一。他负责哪一个地方呢？是负责南印度，叫做摩悉梭曼陀罗国。据说是现在的就是麦索尔这个地方。总之呢，他就在这个地区传播佛法。他是这样一位弘法的一位大师、大德、大长老。那么北传佛教文献中也有提到这一位这个后大天，就是第2个大天。那么他是在大众部里面出家的。似乎最开始他是一个这个外道，然后总之后来呢就在佛教里面出家了，所以他在大众部出家，然后住在南印度的这个叫智多山，也叫支提山、智多山。所以会看到呢，这跟南传记载的这个大长老或者说这个大德的大天是相符合的。而且南北传呢都记载说，这位大天他大约活跃在佛灭后的200年左右。所以呢，一般学者们都会认定说，这个大天后面的这位大天就是大德摩诃提婆。对，这里你会看到有3个大天一个叫做贼助大天，就是造了很多罪业的大天。那么第2个就是凡夫大天，再来第3个就是大德大天，甚至是受到尊敬的这样一位受恭敬的这样一个大天。那不仅是这样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说，那个提出五世的这个大天，就前面那个大天，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它的内容所以甚至也有一些学者会认为说，他实际上也是一位大德，也是一位大长老。是谁这么说呢？对不起，不是学者，一位大师说，他谁呢？就是这个玄奘大师的弟子，叫窥基大师，窥基。那么他又写了一部这个《异部宗轮论述记》那么这也是中文里面才有的。总之在他的一部著作，就是叫做《瑜伽师地论略窜》。
所以他在这部论中提到，他说大天是罪人的说法哦，他说其实是因为别人的这个嫉妒哦，所以才这么说他的。就是说他本身并不是个罪人，是因为别人嫉妒他而说的。所以我这里也把这个藏文呢简略的翻译一个这个中文对不起，把中文简略的翻译成藏文了。这里大意是说，大天之名声显赫，为僧众中的尊贵者。虽然正果的时间较晚而年纪尚轻，但国王和大臣们都很敬重他。然而僧团中有些人心生嫉妒，由于他的卓越超群，最终成为嫉妒和憎恨的对象。反对者诬陷他造了三无间罪，并对他所说的武士进行激烈争论。由于这些诽谤引发了种种争论，等等等等。所以这里你会看到，他是说，窥基大师是说，这位大天是僧众中的尊贵者。那虽然说正果的时间比较晚，年纪很轻，但是呢，国王和大臣们都很敬重他。总之呢，这就说僧团中有人对他心生嫉妒了。所以就像刚这卓越超群最终成为嫉妒和憎恨的对象。反对者诬陷他造了三无间罪，并对他所说的武士进行激烈争论。种种争论，这正是佛涅槃后模式分歧的征兆，显示了从古至今为名利而争斗，以及凡夫俗子总是诽谤他人的一个现象。对于这些疑点，各方坚持己见，争论不休，最终导致小乘佛教分裂成各个部派，如同一块黄金被分成许多碎片，一匹白布被撕成小片，正应验了佛陀的预言。有这样的内容。然后，总之，这里提到，对于这些疑点，各方坚持己见，然后争论不休，所以最终呢，导致这个佛教分裂成各个部派。所以你会看到，依照窥基大师的说法这位这个提出武士的大天他也是一位大德。那他觉得呢，这些都是对他的一个诽谤。甚至窥基说，这些人会诽谤他是因为嫉妒，而且是因为对于他的这些见解是不了解的，然后却还坚持己见所以有这样子的各种争论出现，所以对他有很多的诽谤。所以以上呢，这里就是说三种大天那么再来最后，我想第四点就是对于不同大天的一个总结。那么就像前面提到到底大天是谁那有不同的说法，有时候把它当成像这个神一样，就是很棒的圣者一样，但有时候又把它说成是一个大的罪人。但总之呢，一般会认为说有两个大天，但总之这两个大天呢，相隔也才几十年，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是同一个人
所以这里不管是凡夫的还是大德的这个大天，但都有记载说他们受到阿育王的这个崇敬和支持。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那么，所以如果采用这个说法哦，那总之大天他到底是凡夫还是大德，主要就是看你是从哪个部派，还有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说了，来判定。比如说有部对于他就是批评，认为他是罪人，但是其他部派你会看到说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举例来说，你看像有部，传统的评价是什么？就是将他视为这个异端，是分裂僧团的这个罪人。但至于像从大众部或者分别说部南传的传统的一个评价是说，大天是伟大的导师，是传法的高僧。那比如说他是阿育王的导师，然后他也是阿育王的儿子的受戒师，而且呢，他也是被阿育王派遣到南印度，还派遣到这个锡兰的这个传道者。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呢，这里我的一个看法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这里面有的一段记载，我们来看，就说你会看到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一些僧人是曾经杀了母亲之后出家，然后有的是杀了父亲后出家，有的就是杀了阿罗汉之后出家，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所以呢，佛陀那时候就致戒就说要为了确认这些申请出家的人他是不是具备出家资格，所以需要出家前这仪式要问他，叫做遮难的询问就说有没有这种会障碍出家的重罪要问他们的，比如说你有杀父杀母，还有这种杀阿罗汉等无间罪吗？等等，要一个一个问的。那所以在很多的你可以看到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的出家事里面就有记载，讲述这些杀父杀母后出家的一些特别的案例。为什么会讲这一段就是因为你会看到之前我们大天讲到他有杀母杀父杀母的内容，所以出家事里面这里面也有记载，内容大致很相似。而且呢，大天那时候有提到说他忏悔说了一个颂文嘛，然后他也到了这个僧众他想找寻这个尽罪的忏悔的方式，所以就到了这个僧团等等等等这样的内容。所以呢，那个大天当时说的那个颂文跟这里说的颂文其实是非常像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颂文，就是说若人作恶业，修善而能灭，彼能照世间如日出云翳就是说一切有部出家事里面的颂文，跟大天那个故事里面的那个颂文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总之这里一段就说呢，说一切有部的出家事里面提到，他内心深知自己是一个极恶之人，犯了忤逆重罪，心中恐惧，无法安宁，于是到处呢去拜访外道的祠堂，跟苦行者的道场四处询问，说修什么法才能消除重罪。等等等等，说了很多。然后后来他到了祇园精舍，听到一位比丘呢念诵经文中的颂文说，就刚那个颂文。同样呢，在龙树菩萨的亲友书里面也有提到，一段有关阿难、直曼，然后等等这个颂文这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的像。
所以你会看到在好多地方都有出现过这个颂文，就是若人造恶业，修善而能灭，彼能照世间，如日出云翳哦，这样的内容。所以呢，可能大天的故事哦，是说一切有部，他将这个律藏缘起中，就是律藏的这些公案当中啊，各种重罪者的这个故事，它合并到一个人的身上。然后创造出来的一个故事，因为你会看到故事都很相似，而且呢，这个颂文呢也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也让人怀疑说大天这个故事是这个结合合并创造出来的。还有，那么大天真的是这个武士的提出者吗？这也是一个疑问啊，因为哦，在18部论，就是总之这部论哦，它是有中文里面有3个翻译译本，藏文只有1个，刚讲过了。那么中文里面的第一部呢叫做18部论。那么这部论呢是唐朝的经录里面记载说，这部18部论呢，它是后晋时代的一个译本，而且推测译者是鸠摩罗什。但是呢，现代一些学者认为，这个18部论跟之后真谛义师翻译的译本哦，叫做部直译论，内容很相似，所以可能是真谛译本的不同版本。所以总之哦，就是这一部这个论点，中文里面呢，因为有3部嘛，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后晋时代叫18部论，还有后来真谛义师翻译的叫部直译论。总之这2部论里面呢，都没有提到这个武士，就是说造成根本部派分裂原因的那个武士哦，不仅没有说到这个武士，没有提到说是大天提出的。而且呢，特别在18部论里面很清楚的记载到说，武士呢是3位比丘提出来的，并没有说是大天提出的。所以这里的内容是说，时有比丘一名能，那有说这个能可能是龙的一个误写，总之是时有比丘哦，一个叫龙，第2个叫做因缘，第3个叫多闻，然后说有5处以教众生呢。总之就是有3位这个比丘，他们提出了5个要点来这个教导众生哦，就说这5事来教导众生。所以可以看到，在18部论里面并没有提到说是大天提出了5事，而是很明确的说到是有3位比丘说了这个5事。那这部18部论哦，就是最早的一部译本。那么在之后的一个译本就是真谛翻译的，它这部名称它就叫做部直译论。那这里面呢，记载到的是什么？是说这个武士哦，是由4部僧伽所说的。所以这里面提到说，尔时僧伽离散，离散僧伽凡有4种：1大国僧伽，2外边僧伽，3多闻僧伽，4大德僧伽。此4僧伽共说外道所立5因，5因者，即曰：愚人染污亦无名宜他度，圣道言所显，是诸佛正教。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颂文跟之前提到大天所说的颂文也很相似。所以这里有这一段就是说呢，部直译论里面是提到，当时僧团总之分裂成4个群体，一个是大国僧伽，
在中央地区的，再来外边的是边缘地区的，再来多闻僧伽是博学多闻的，再来第4个是大德僧伽，就是德高望重的僧团的长老僧团。这4个僧团呢，都共同提出了5个观点，就是五事，就是愚人染污衣，无名疑他度，圣道言所显等等啊，有这样子的5个。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真谛翻译的《部支议论》中也没有提到是大天说了5事，而是说是4部僧伽所说的。在之后呢，在轻辩论师的叫做《异部经释》里面也提到说，在他的这个思则言呢这部著作里面特别分出来的一个叫异部经释，就是不同部派的一个精要的解释。里面有这么一段，他说，根本部派分裂的原因是什么？他是认为说是龙长老等人提出了无事，就是世尊五于涅槃后137年，南陀王与摩诃波陀罗魔王于等等乘诸圣众，天魔化为跋陀罗比丘持恶剑，宣扬根本无事，僧伽其大争论。上座龙与坚毅等多闻，宣扬根本无事，分裂为2部。所以这里依照这个轻辩论师的注解里面，这部论中提到呢，就说天魔呢变化成一个比丘，他抱持错误的见解，只提到有这样一个比丘，但没有说他是大天。总之呢，他就宣扬这根本无事的教义。后来呢，是他的弟子叫上座龙、坚毅等等这些弟子，对根本无事的不同理解。总之，最后让僧团分裂成2个部派。对不起，不是他的弟子，就是总之这个有另外的佛弟子叫上座龙，还有坚毅这些高僧对这位天魔变换成的比丘有不同的提出的无事有不同理解，所以最后造成了部派的分裂。所以至于这里天魔变化的比丘也有不同的说法，这个我们之后再说。另外，在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记载啊，大天在诵完这个布萨，就是说戒之后，他加上了一段颂文嘛。那当时呢，圣者们就说，还有年长的比丘说，这个不是佛陀的经典原文。但是呢，大多数的其他比丘也都支持大天。那总之，这引发了争论。然后，所以印度佛教史就是多伦纳塔里面这里就有这样一段记载，而且接着说，他说大天去世之后，圆寂之后呢，出现了一位名叫善的比丘，然后据说是魔王波旬的化身呢，他就广泛宣说了五事。所以你会看到多罗那他里面有提到这个大天，也有提到武士等等，但是这跟部派分裂的关联也并不是很清楚。那么布顿佛教史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到比丘大天和武士，但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觉囊派的学者叫做萨桑玛蒂本谦，还有第5世观音尊者。虽然说，为了消除比丘大天所做的10种不如法事，所以才召集了第2次的结集。然后，但因为在律藏中有对10事是有明确的记载的，所以这里的10事和5事可能是混淆了。
因为在觉囊派学者还有第50观音尊者里面都有提到为了消除比丘大天所做的10种不如法事，才召开第2次结集。但我这里的疑问就是说，这主要可能是搞混了，应该说的是5事但是因为律藏中有10事所以搞混了，有这样的说法，这是我的疑惑。那至于这个关于后大天的记载这个在有一个叫松囊贼摩还有萨迦班智达他们依据了轻便论式的就是异部经释这里面呢，关于后大天的记载就说什么呢？就说比丘大天自创的18部派混入了正统部派，为了要清除这些问题所以召开了第3次结集。那么学者喜宴里面是怎么说的呢？是说魔王波旬化身一个名叫善的人，结果扰乱佛陀教法和僧团然后他的弟子龙等人传播起说因戒解和行持不同而分裂为18部派。总之呢，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们回头去看到真谛一师里面有提到总之这里就说这个由魔化身出来的他并不是说叫做善的这个人，我觉得那个善不应该是这个人名就是说这个分段的时候的我们的理解上应该是要这样去理解。好的，那今天就讲到这里。